你好，5月11號星期一，厚德進物財經頻道，我哋嘅退休策劃方案服務助你更上一層樓。上個星期伊朗嘅局勢出現咗緩和嘅跡象，上個星期嘅滬深兩市成交連續3個交易日都係突破3萬億元，滬指不近於4200點。上個星期嘅美股標普500指數屢創歷史新高，標普500指數同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連續第6個星期係上升嘅。上個星期嘅港股恒生指數累計升到617點，星期五收盤嘅時候恒指係收於26,393點，夜盤嘅時候恒指期貨收於26,250點，低水143點。星期五美市收盤嘅時候 ，ADR 換算係22,379點，低水14點。上個星期五，美國軍隊對於兩艘企圖突破海上封鎖嘅伊朗籍嘅空油輪實施咗打擊，並且將佢癱瘓。與此同時，華盛頓正喺度等待緊德黑蘭就一項旨在結束呢一項持續2個月戰爭嘅框架協議作出正式嘅回應。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嘅官方持倉數據截至去到5月5號嘅交易商持倉數據，黃金嘅淨倉位增加咗3000幾手，報163,000手；白銀嘅淨倉位減少咗300手，報23,000手；原油淨倉位減少咗13,000手，報178,000手；天然氣嘅空頭淨倉位增加咗300手，報166,000手；標普500指數嘅空頭淨倉位增加咗2000幾手，報10,300手。晚年點樣先至可以無憂咁安享天倫之樂？儲蓄淨係揸住現金夠唔夠？圓滿嘅退休策劃方案服務可以幫到你，涵蓋健康保障、現金流、財富投資、家族傳承。香港有好多款產品可以選擇，我哋都可以幫到你。你有冇選擇過呢？本週嘅重要經濟數據同埋重大嘅事件概覽。星期一係有中國4月份嘅 CPI 同埋 PPI， 美國4月份嘅成屋銷售年化月率，美國4月份嘅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就業趨勢指數。星期二，歐元區5月份嘅經濟景氣指數，美國4月份嘅 CPI， 美國4月份嘅小型企業信心指數，美國4月份實際個人收入月率，美國紅皮書商業零售銷售，美國紐約聯儲主席威廉姆斯講嘢。星期三，歐元區3月份嘅貨幣供應 M3 年率，歐元區第一季度嘅 GDP， 歐元區3月份嘅工業產出月率，歐元區第一季度嘅總體就業人數，歐元區第一季度嘅就業人數季率。美國4月份嘅 PPI， 美國政府4月份嘅預算，美國5月份嘅湯森路透益普索主要消費者信心指數，美國 EIA 短期嘅能源展望報告，美國當週嘅 API 原油庫存變動，美國當週嘅 EIA 原油庫存變動，國際能源署 EIEA 月報，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月報，美國農業部世界農產品供需嘅預測報告，美聯儲嘅官員古爾斯比發表演講。星期四，中國4月份嘅 M2 嘅貨幣供應年率，中國4月份新增嘅人民幣貸款，中國4月份未償還嘅貸款增長年率，中國4月份嘅社會融資規模，加拿大央行嘅貨幣政策會議紀要，歐元區4月份嘅 M3 嘅貨幣供應量，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講嘢，美國租置申請失業金嘅人數，美國繼續咁申請失業金嘅人數，美國4月份嘅零售業預期，美國4月份嘅零售銷售，美國4月份嘅進出口物價指數，美國3月份嘅營運庫存月率，美國嘅 EIA 天然氣庫存，亞特蘭大聯儲第二季度嘅 GDP 經濟增長預測，美國明尼阿波利聯儲嘅主席卡薩卡利講嘢。星期五，中國5月份嘅湯森路透益普索主要消費者信心指數，香港第一季度嘅地區生產總值 GDP， 歐洲央行經濟報告，歐元區4月份嘅儲備資產總值，美聯儲資產負債表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嘅儲備金餘額，美國4月份嘅工業產出年率月率，美國4月份嘅製造業產出月率，美國4月份嘅產能利潤率，美國紐約聯儲5月份嘅製造業指數，美聯儲金融監管副主席巴爾講嘢。
美國紐約聯儲主席威廉姆斯講嘢今朝嘅經濟狀況。上個星期五收盤嘅時候，上海證券指數收於4179點，香港恒生指數收於26,393點，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於49,609點，美元漲人民幣在岸價報6.8007，搶一美元。紐約黃金報4727.37美元，一盎司紐約原油報94.60美元一桶。美國10年嘅國際收入報4.364。香港考得進入財經頻道，祝你事業運轉，鴻運當頭。